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4C班林浩南製作出來的南南，我係4C班林家陽製作出來的陽陽，歡迎收睇好書同分享人文科特別節目。今日我哋帶嚟一本又靚又有意思嘅書，就係呢本我的第一本中國民間故事，收錄咗35篇精彩嘅民間故事。民間故事係中華文化嘅寶庫，入面有英雄，有神仙，有動物朋友，仲有好多代代相傳嘅智慧同美德，例如孟姜女、牛郎織女、白蛇傳，仲有12生肖嘅由來，全部都喺呢本書入面揾到。不過咁多故事入面，今日我哋特別要介紹一個充滿勇氣同犧牲精神嘅故事，係邊個呢？佢叫做海力布。喺本書嘅第94至97頁，海力布個名好特別喎，佢係咩人嚟㗎？海力布係一個年輕嘅獵人，佢心地善良，成日幫助村民。有一日，佢喺森林救咗一龍王嘅女兒，龍王為咗答謝佢，送咗一粒寶石俾佢。寶石有咩用㗎？粒寶石可以令海力布聽得明動物講嘅說話，但有一個好重要嘅條件。咩條件？就係寶石嘅秘密，絕對唔可以講俾第二個人知。如果唔係，佢就會變成石頭。哇，咁咪好危險。問題就係呢度。有一日，海力布聽到雀仔話：快走啊，大山就嚟崩塌，洪水會淹沒成條村㗎，大件事喎。佢即刻叫村民走啦，但村民唔信佢，仲笑佢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究竟海力布會點做？佢會唔會講出秘密？如果講咗，佢就會陽陽。結局係點？我哋唔可以透露住。吓？點解啊？因為嚟緊有圖書活動，會以中國民間故事做主題，到時同學要自己揭開海力布嘅結局，先會更加深刻㗎。原來如此，咁大家記得去圖書館借呢本書，或者參加我哋嘅活動，親身揭開海力布嘅命運啦，仲可以認識更多民間故事，了解中華文化嘅價值，例如誠信、勇敢、捨己為人。最後提提大家，本書喺採書坊編委會編寫，圖畫好精美，非常適合自主閱讀。今日好書同分享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